你嘛是谁头？云南嘛是呀，马蹄头是里头是啥子怪逼？你是第次过吃，然后去嘛这耶稣把这个呀不怪逼里是里嘛里吃提多瓜季节咯，去嘛这路票嘎票瓜爹嘛苏苏不是里呀一得花节咯，耶稣呀里怪逼就拉是苏苏苏美的木个呀，一瓦的水在呢，一瓦瓜嘛那所别说的谁打理着咯，米呀这出配不呀，耶稣的拉是推瓜那里吃啊是米有，卡瓜咋都不咋意思那嘛，苏苏的机子别咯，耶稣那一瓦家嘛吃，努瓦里一瓦的个啥别咯，一瓦里一的我努呀去过爸爸，我便宜比我你妈里抓咯别咯，一里姑妈我的个嘞别咯，一呀叔叔的母亲，你那嘛错啊个是爸爸我便宜比我你妈如打死你木瓜瓜，路是我就个呀，爸爸还是不佩服的个是呢，叔叔的不个知道咯，古里呀一娃阿只说啥不离干呢，西里亚嘛一盒一米吃呢，努苦排比古啥么咯，咋说呀，咋么在比，咋努咋嘛，说，出巴咋里我都如吃抓咯。阿姆一个嘛耶，我啥都是对瓜比俺咯。